在这个高等法院昨暗再度来撤销掉郭文铁交保的裁定，因暗6点要搁第三届来开羁押庭。高等法院讲，4个被告有真大可能会串口径，再加上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未当接触到案件的被告甲证人，并无讲具体的方式，所以发回重新来裁定。郭文铁早起一透早就出门找律师来研究。 成功，会觉得这是政治追杀吗？这一次看到会有信心吗？郭文铁透早出门去找律师，哪行哪头大开。我也是让我上。刚才想要讲啥，也毋过无时间，因为检方控告成功，高院发回警裁，郭文铁将爱搁登去北院法庭攻防。 前一届交保，4位被告拢挂电子卡条，检方要愿提出控告，公院是搬出起诉书的内容，点出到7项记录，包括郭文铁捌传消息给偏见生甲李文忠，那和中华工程独立的董事有通信过，冇密集和新庆经见面，新庆经嘛甲共案的被告拢有咧联络，因晓未搁伫侦查期间将通话记录态度，李文忠是请李文官毁掉不可以顺表。 高院提出到种种的理由，也有共案的被告也被告案，以及科技发展无法度确保因无秘密通信，认为这4个人也是有高产的可能。郭文铁辞掉党主席，甲党员消息，黄正英随去甲南美，黄先生甲吴医生拢徛伫后壁。但伫含甲客户因翁仔某嘛有甲郭文铁共事，另外阁有周如修，这个人其实拢是证人的身份。 高院认为，虽然北院2摆裁定拢限制郭文铁，除了工课甲生活需要，其他拢未当和共案的被告甲证人接触，也毋过煞无具体说明执行的方式。检派确保会当防止被告4个人甲共案的涉案人、证人甲无接触，互相交传。检派认为北院裁定的理由是毋是真正完备？爸爸状况怎么样？透早去病院探望老爸，随着爱搁返去台北。 北院暗时6点将要开庭，检辩上方各再对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